新竹市长高虹安伊的公务车阁引发着争议，议员来批评，明明市府都有一台编制内的公务车，为什么每一年阁开114万租进口车，予高虹安来走行程呢？再加上增加2个驾驶的费用，加起来要加开200多万，议员批评讲，这根本就是浪费。 所有的长官，新竹市长高虹安参加树林头夜市的开幕典礼，欢喜吃好料，和民众博感情。是讲在伊参加行程的公务车，给予议员批评浪费公款。他的生活习惯是比较奢华的，所以他在这一个公务行程上面的用车上，他也想要做相对比较豪华的车辆。欧式的公务车外观气派，车身真宽，内底当坐7个人。不过这台 Toyota Alpha 其实是租来的，今年租金114万，作为高虹安的公务车。安那前市长林志坚的公务车是这台 Toyota Previa 大概200万，阿法介绍搁较悬，来到300万。2台车的安全配备其实差无介济，同款拢有盲点的侦测、目开雷达等等。 不过座舱的设备，阿法更加齐全。除了2台拢有的电动出门以外，搁加座椅的冷热通风、电动调整，更加有3区的空调。阿法座舱甚至红俄勒和飞人机的商务舱有通比。事实上，原先林志坚市长使用的这辆车是使用了消防局104年的灾防预算，它因为使用上是有疑虑，那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。 环头批评林志坚的公务车当时使用消防局的预算，一直到108年才拨用到市政府，为了避免记录另外编的预算做公务车。严格议员掀开每年度的预算，市府增编2个司机，需要加开大概112万，各技术共一个名目重复编列。 批评讲，为着高虹安走行程，每一年拢爱加开一大笔钱。市府是回应讲，去年2个司机互拨去其他机关改任用临时人员，总人员数并无变动。不过市府所用的每一分钱，到底敢有用伫关键的所在，孰有公平？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